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4月17号。这一期咱们还是要聊一聊这个山西大同的订婚强奸案啊。为什么还要聊这个呢？昨天这个二审结果出来，我已经做了一个节目，我发现在油管上这个节目的留言是最多，讨论也最多。当然了，我也发现了好多智障就是脑子有毛病的，这个留言也很多，我都已经把他拉黑了。你比如说上来就说我是在加拿大的，说移民加拿大的，这就纯粹是脑子有问题，就是不值得跟他讨论。这就直接拉黑就完了。但是确实也有一些这个留言值得这个关注吧。这个大同这个订婚强奸案它刚爆发的时候我应该就做了节目。我当时就认为肯定是强奸案成立一审判决还是强奸，我也做了节目。然后这二审之前，对吧？我也做了节目，我说这个肯定是维持原判。结果昨天结果出来那就是维持原判。我所有的节目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油管上都没有删都是存在的，大家自己可以去找出来看。我的观点理由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不存在随着这个舆论的变化而变化。就是我基本上我尽量做到是一个独立的评论或者叫判断，我尽量不受外界干扰和影响。这个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宣判在网上反而掀起了更大的舆论。我是更关心这种现象，对吧？各大媒体连篇累牍的这个不间断的这种报道社会各界热议，这种现象值得关注。它有点像那个胖猫那个案子，胖猫事件，就是这里面既有很多关心自己权益的人，既有关心这个社会风俗就是比如说这个订婚彩礼和现代法律之间这种冲突也有关心这个的。但是我想还更多的是那些推波助澜的。什么叫推波助澜的呢？就是有很多专业律师他明知道这个是个强奸案，但是他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他故意的，他制造很多悬疑，引导这个大众或者吻合大众这种思路，大众觉得这个对他口味，这个是别有用心的确实网上有很多这样的 UP 主，有的还是专业律师，把一个简简单单的这个法律问题把它变成一个什么呢？一个这个叫族群，或者叫一个阶层，或者叫性别这种严重对立。作为 UP 主作为做自媒体的，我深知这中间的厉害。我知道如果按照法律去说实际上没什么流量，你很有可能会招了很多人骂你。如果你要顺着这个社会情绪去说，对吧？你就说这个女的别有用心贪财，这个男的强奸不成立，你的流量一定非常大，因为你适应了当时的这种或者当下的这种一些我们可以叫3D 人士吧这种观点。这个案子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人关注呢？你想或者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自媒体上面所有持这种观点就是这个强奸不成立，女方就是要钱。你看看这些 UP 主，他那个粉丝构成，他以前的发言，他对其他社会事件的评论，他都是那种冲着3D 去的。说白了就类似于正能量或者加头这样的人，他收割的就是3D 的流量。这个时候你如果说这个强奸罪不成立，男的冤枉，你会收割更多流量。如果你要讲法律，对不起，没人跟你讲法律。但是很多这个法律专业的 UP 主呢，他又打着法律专业的这个外衣，假装跟你讲法律，实际上是对吧？还是迎合社会大众的这种口味，这个就是一个悲哀本来这个案子没那么邪乎就是应该这个案子不会被炒作的这么厉害。但是随着二审，对吧？每一审之后它的这个传播，它的这个引起的关注反而还越来越大。这个社会就像一个放大镜一样网络就像个放大镜，把这事情无限放大。我所关注的不是这个普通的网民，普通的网民反应很正常，因为他们明明不懂法律，可以说一点法律都不懂，但是他要参与到这么专业的法律事件当中，所以说说出来这些漏洞百出的话很正常。但是我关心的是一些专业人士颇有声望的这些法律的这些律师他们也否定这个强奸他们的混淆视线，把这个农村的这种或者是咱们社会上这种叫婚约跟这个性同意对等起来认为订婚那就是同意上床，法律是法律，这个相规民约是相规民约，所以他们就会在这个引导大众什么你看什么处女膜完整没有射精，这怎么能叫强奸呢？这是第一种就是他对强奸他有误解，最基本的法律法条他都不懂。你说他是学法律的，他能不懂吗？他肯定懂但是他就这样混淆，因为大众不懂大众是8到15岁，那更是法盲，被他这么一误导，那不就对了吗？对吧？这怎么可能是强奸呢？然后第二个呢，说是女方就是贪财，就是奔着钱去的。如果这男的这个如果认了可能人财两空，对吧？基本上在这2点上做文章，这个可以说这是一种悲哀就是为了流量不顾自己的这个专业，不顾良知这么去误导迎合大众。当然了，网上还有其他的一些人他们对这个订婚强奸案本身
身他不感兴趣，他们只是出于对社团的这种恨啊，他们已经扭曲了他的立场，也就是说事情本身不重要，重要的就是社团说什么一定是反着来。常见的观点就是啊，这个你们那还有法律吗？就是个笑话，就是你不管说什么，他就这么一句话，那也没有讨论的必要啊，你跑来看什么呢？反正任何事情你都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就是那没有法律，那你津津有味的看啥呢？所以我再来谈一谈啊，我为什么说他这个案子一出来，我就斩钉截铁的说他这个就是强奸，这个不是我瞎说的啊，我本人大学一毕业啊，就分到一家国企钢厂，我在直播的时候，在我的节目里面反复说过啊，我那个时候去那是干部身份的，就我们那个时候大学毕业到企业里面，我们是归组织科管，哎，虽然我不是单元啊，你看就这么硬气，我是不归这个什么劳资科啊，什么人事科管，我是归组织科管，分到哪个部门，组织科给调令。然后我清楚的记得啊，我去还没3个月，然后我们那个集团呢就搞什么廉政什么纪委纪检什么典型案例介绍，大概就跟现在的什么这种啊廉政建设啊大概类似吧，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记得不是很清楚，时间比较久远，就是大的主席台上面拉着横幅，好像是我们集团的一个什么就典型案件，那个叫什么巡回演讲，就是起到这个给干部一个警示教育，就好类似于巡回演讲团一样的。然后这个团就到了我们厂，然后我记得是我们厂的那个纪委书记啊在上面演讲。那个这种会，他主要是讲那个我们集团发生的一些各种腐败啊案例。我清楚的记得，为什么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呢？其实我记得当时啊，我们那个纪委书记在上面就说我们集团好像有一个干部嫖娼被公安抓了，然后这里面就涉及了什么叫嫖娼。你想那个时候我大学刚毕业啊，我正听得津津有味啊，我们的纪委书记在上面讲的唾沫横飞啊，然后他就说了什么叫嫖娼，性器官接触就是嫖娼。当时给我是震惊的这个，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啊。所以我看很多网友啊，什么啊这个处女膜没破，什么没有插入，什么没有射精，哎那怎么叫强奸呢？这些网友就缺乏一堂啊这个常识课。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上了一堂常识课，我们那个纪委书记啊一再强调说接触碰上了就是嫖娼。当然了，这个因为年代久远，他那个原话怎么说的我也记不太清楚，但是只是给我那个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就是给我的感受就是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象那样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经历啊。所以这个事情一发生之后啊，对吧？你在网上这搜一下法律法条，什么叫强奸啊？违背这个对方的意志，哎，就是强奸。什么叫违背对方意志呢？你看啊，即便你结婚了，你违背对方意志，那都构成强奸。所以现在都有婚内强奸啊。虽然婚内强奸这个好像现在案子不是特别多啊，但毕竟有了，法条里面都有啊。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不算强奸，那个不算强奸，说明你离法律太远了，简直就是个法盲。这是第一个啊，也就是说现在还纠结说这个是不是强奸，这种纯粹是坏。第二个呢，说这个女的就是图财，这个观点啊，我分析的是什么背景下呢？因为现在男女比较对立，对吧？这个很多人呢被彩礼所困扰，这里面既有男方对女方的不满，也有女方对男方的不信任，也就是这个彩礼这个事情，它是个社会问题，它不是哪一方的事啊。在这种背景下，那很多人认为这个女方就是图财，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就是你是女方的话，你要图财的话，你会怎么图财啊？你图财说我们赶紧把结婚证办了，房子加上我名字，完了本来18万的彩礼，对吧？已经付了10万嘛，你能把那8万赶紧给了，这个不能叫图财，这个充其量就是相当于对他们原本定的那个婚约啊，这个协议啊，相当于加了个保险。就是在这种案子的背景下，女方希望加快这个进程，他并没有提额外要求啊。哎，如果是奔钱去的，那你说彩礼还是18万吗？他一定会找各种理由，你得加钱呐，对吧？你已经给了10万，还有8万，哎，最后谈到什么程度啊？谈到8万，你没钱可以不先给，等你以后有钱了再给，哎，先结婚，那结完婚之后，对吧？8万再慢慢付，这房子加名字，这个你没有办法解释，这女方为什么这么干，对吧？如果女方图财的话，她应该坐地起价呀，对吧？18万不够了，你28万才行啊。房子加名字不够啊，这房子最好给她一个人名字啊，得换名字，对不对？这样到时候一离婚，这全是她的。如果说女方图财的话啊，应该这么做才合适，而不是说仅仅按照原来的婚约说履行原来的婚约啊。女方到最后啊，她也没有超出她婚约范围，彩礼还是18万，还是加名字，这些都是她在订婚时候就已经谈好的。就是说很多人他不动脑子就在这儿，他是无脑，就是别人一煽动啊，就是图钱。我告诉你，如果女方是图钱，跟他
呢不想跟他结婚，或者结婚就奔着钱去了，一结婚就要离婚，把这钱分走一半。如果奔着这个目的去了，他一定会多要钱，怎么可能还要18万彩礼呢？怎么可能还房子加个名字呢？对吧？你儿子生死把柄在我手上。我要加钱，坐地起价吗？没有，对吧？你就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媒体说女方坐地起价了，甚至女方还退步了，让步，对吧？你这个彩礼钱不够，后面再给。我一再强调，这网上都是8到15岁的人，他的逻辑分析能力非常，他只会，对吧？他有他的这个情感诉求，然后加上这个无良的律师啊，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 UP 主，一煽动，一拍即合，因为他们知道这些3D 人士对什么东西关心，他们的痛点在什么地方，他们的痒痒处在什么地方，一挠就挠着了。哎，这些就是为了流量啊，不顾良知啊！当然了，我也没有调查这个案子啊，我在推测、在分析啊，这个女方以及她父母，就是女方的妈妈，她到底在想什么？就你得有个合理的解释啊。如果是她图钱，哎，她别有用心，准备就是加完名字、拿完彩礼，一结婚就离婚，多分她的钱，那么她应该在这个时候趁机斩价，而不是说还把原来的婚约履行。那她不是为了钱，那是图什么呢？对吧？如果你说图钱，这不好解释不通，没有这么图钱的，对吧？她甚至给她女儿要一笔精神损失费，对吧？要辆车，哎，因为他没谈到车嘛，这个时候要辆车是合理的吧，对吧？你必须给女儿买辆比亚迪或者小米速7，然后一离婚之前车也被人家分走了，这个才比较合理，对吧？女方以及女方的母亲都没有涨价，这个你就不好解释他是为了钱，那到底为了什么呢？所以我合理的推测啊，分析啊，就是我在我的节目也说过了，就是双方把婚礼啊，把结婚当做一个生意在谈，双方没有任何信任基础，也没有感情基础，是通过婚介所中介牵线搭桥，而且恐怕就没见几面就定下了这事。双方啊，一操之过急，就是在婚姻介绍所的这个包办之下啊，见几面就要结婚，就进入实质性的这个彩礼，对吧？这婚礼这个实际操作的这个程序。而在这个程序中，因为双方没有信任，也没有什么感情基础，恐怕大家都这么干，对吧？就叫约定成俗嘛，都这么干。在谈的过程中啊，这个女方以及他妈对男方恐怕是越来越不信任。我这个分析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你看这个男方他妈呀，你看他儿子这个事情上面他的表现，你就知道这个他妈是不太好对付。至少在他们谈判过程中啊，就是在谈这个婚礼啊，就是这个什么彩礼啊，什么怎么支付啊，对吧？先付10万办酒席啊，订婚，然后订完婚之后再什么房子加名字，然后再办结婚证，然后最后把8万彩礼付了，就这么一个协议啊，履行这么一个程序啊，谈的这么细，我认为他们在订婚的时候，他们已经产生很大的隔阂，就是女方对男方非常不信任，就是你这男方说话，或者是男方的家长随时都有可能变卦，一定是产生这么一个印象之后，但是这种印象呢，有没有在女方或者女方妈妈那儿爆发出来、表现出来，恐怕暂时没有，但是他心里面已经有这种印象了。所以当这个婚内就是这个叫什么订婚强奸案发生之后啊，你就好解释了，这个女方的妈妈就要求你赶紧结婚，把证办了，那这个就不算强奸了，要不然有变卦呀，要不然如果不急于把这个婚办了的话，很有可能他们俩还要分手，他们俩一分手谈崩了，那这女方啥也没得着，彩礼还得给人退，又被人白睡了，她觉得亏啊。所以这个女方的妈妈说，她替她女儿做主，做什么主啊？就让她赶紧结婚了，这个事情就定了。从这个女方的妈妈还有男方在车里面那个录音呢，就可以知道这个女方啊，对跟这个男的在一起过日子完全没概念，也就是她的心理状态还没有进入到结婚这种状态，纯粹是这个就是婚姻中介啊，把他们拉到一起。所以这个女的没有什么主见，她是什么都问他妈，他妈说你听我的，我给你安排好了。所以这个推测啊是比较合理的。当然我也不能说这个就是100%正确啊，就是这个因为这个事情是更多的是这个女方妈妈的心理活动，还有女方的心理活动，她恐怕对这个男的以及这男方妈妈是不太信任的。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说明，就是这个女方以及女方妈妈为了钱，这个我认为是可以推翻的。如果她是为了钱，那么她一定会表现出她坐地起价，而不是履行原来的这个婚约。所以我认为啊，还在纠缠什么是构不构成强奸的，还在纠缠说这女方是图钱图财的，对吧？你已经被人带到沟里去了。因为啊，说这女方图财，说这个不构成强奸，比较符合3D 的口味。我们这个社会啊，你不能不承认，有很多人呢，连吃饭都是困难，糊口都困难，活得像蝼蚁一样。但是他的生理需求是有的，虽然他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但是他有非常强的这种生理需求，所以他对这个什么彩礼呀，对吧？对这个结婚呢，这些东西又是高度敏感。这就是3D
3D 人群的一个特点。你看啊，他们的口号是，你看网上啊都在煽动一种什么情绪啊，这个案子这么一判呢，以后结婚人就少了，反正我是不结婚了。哎，这个逻辑很有意思啊，这个跟结婚有什么关系啊？强奸那个跟那个性生活有关，你该戒的是性生活，而不是结婚。你让结婚了背这个锅，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绑架。你看啊，这种说法的人就是讲，正好现在这个社会的阵痛啊，咱们社会关心的就是下降，人口出生率下降，咱们的这个什么啊，人口红利就没了，这个社保就跟不上了，对，因为领社保的人多嘛，交社保人少，对吧？然后房子也卖不掉了，因为大家都比较关心，所以人口下降也成了大家的痛。那人口下降怎么导致呢？那不就结婚少吗？啊，你这么判，那结婚就更少了，这就是一种道德绑架、舆论绑架，对吧？拿这个说事，实际上它跟结婚有关系吗？没有关系，这恰恰是要结婚呢。就这个案子，你应该看到结婚反而把这问题给解决掉了。为什么判他3年？是因为他没结婚。你简单理解就这么理解。就这个案子，如果说按照这个女方妈妈的这个要求，男方这个妈妈如果配合，哎，他们就领了证结婚，这事就没了。但是网上这些网友啊，得出个结论是不能结婚，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得出个不能结婚结论。他应该得出个什么结论呢？就是我再也不碰女的了，对吧？太危险了，不能过性生活，不能发生性关系。你一旦发生性关系，人家翻脸说你这是强奸，完了你。哎，他不这么说，他说他不能结婚，这叫牛唇不对马嘴。所以反映出来还是一种叫什么绑架，还是通过舆论呢来绑架，妄图啊这个司法干涉这个判决。哎，这个就跟那个胖猫事件是一样的。胖猫事件中，一定要说这个女的是个捞女，这样就能比较迎合大众的这个口味啊。所以即便啊这个警方花了多大的代价啊，怎么去调查，怎么还原那个证据啊，都堆成山一样的，但是照样有人说这个女的是捞女，这个胖猫啊死得可惜啊，就这个是被这女的害死的。我刚才说了，这里面有几种人，其中有一种人就是对社团不满，就社团说什么一定要反着来，他不是就事论事。哎，如果你就事论事，对不起，你是洗地大外宣。你就是社团说什么，你也跟他反着来才对。我已经举过例子了，就是社团说啊这个屎不能吃，哎，那你就得说屎能吃，还得吃一下给他看看，证明一下，就必须反着来啊。这些人很幼稚啊，就以为自己躲在国外，实际上他才是真正的叫低级黑高级，他就用自己的言行和行动来证明自己愚蠢，证明了自己愚蠢，然后就证明了，反过来印证了这个社团的光荣正确。因为社团就说了，这些人啊，你看没一个是好人，哎，他自己就证明自己不是好人。那你说说，到底谁帮谁？还有一个就是男女对立，这个我要多说两句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男女对立好像似乎是越来越严重。那在国外就是女权嘛，啊，女权现在越来越兴起。国外的我就不聊它啊，我也不清楚，我只说国内。这个我在以前节目也反复说过，因为我们现在改革开放，妇女得到解放，对吧？30年前可以说啊，妇女她离开男的就是很难活，没有办法。我们小农经济啊，对吧？我们要认识到。30多年前，就改革开放之前啊，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农民，对吧？工人只占几千万，那几千万里面1/2是女的，所以这个啊，绝大部分都是农民。那农民里面，比如说有5亿、6亿女性，这6亿女性，她离开男的，她都没法活，她也没办法离开。你比如说啊，这个农村里面那个土地是集体所有，一个女孩子总要结婚吧，那你就嫁出去了，你嫁出去，嫁到别的地方去，你没有土地，那个土地不会跟着你走。你想一个农民他没有土地，他怎么活啊？然后要等到多少年以后啊，那个地方他嫁入那个村子，哎，土地调整的时候，哎，说不定重新分配的时候，哎，给他分一个人的土地承包。如果说土地不调整，他一辈子都没土。哎，有人说他娘家这有土地，那娘家土地是属于集体的，他娘家都没有，不要说他了。所以我这举个例子啊，就是这个妇女离开这个家庭，离开男性，她都活不下去。改革开放以后啊，因为对吧，大家出去都拧螺丝，都打工，把这个妇女了解放，导致什么呢？导致男女的权利是越来越平等。我们换个角度说啊，你要从男性角度来看，你就感觉男性的地位在下降，女性地位在上升，就是你的参照物不一样。所以我认为啊，我们现在啊，这个男女对立啊，本质上是男性叫自我弱化啊，这个就是对比出来的。就好比这个美国跟印度，这个特朗普上来以后啊，一顿骚操作，哎，印度没什么变化啊，那是因为特朗普上来一顿骚操作，这对美国的信誉是个打击，所以美国就退化了，哎，把印度显出来了，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咱们的男女关系也这样，不是说女性太厉害，女性还是正常发展，男性的弱化，男性的自我矮化，导致这个男性对吧，在社会中这个地位越来越差，感觉空间越来越小，所以他就越来越仇视这个女性，他认为是女性抢了他的这个空间饭碗，而且女性现在是对吧，给人感觉咄咄逼人，比如彩礼吧，不给20万没门。实际上啊，这就为什么这个3D 人士啊更关心这些彩礼，因为他解决不了，但是他也有需求，哎，这就是矛盾呢。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啊，或者大家就是自己啊设想一下，一个30岁的女性和一个30岁的男性，两个人都同时失业，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社会好像对女性啊就稍微友好一点？男性你
你30岁失业，你就发现你很难找到工作。但是这个也有男性自身的原因啊，男性更容易高不成低不就啊，对吧？这个好的事情他找不到，差的事情他不想干。但是女性30岁如果失业的话，她这个就业空间稍微宽一点。你比如说啊，她可以干家政，对吧？她可以干这个保姆，她可以干服务员。但是一个30岁的男的，他也找不到工作，他这个就业面就窄得多。你让他当服务员，他当不了；你让他送外卖，他觉得没面子；开网约车吃不来的，你让他干家政，那更没门。30岁男的干家政没听说过。就是说，简单的说，就是女性啊，稍微勤劳一点，她饿不死。当然了，你说她有多大发展也谈不上，至少人家挣份工资养活自己没毛病。但是这个30岁的男的就够呛了，你得做好心理建设，对吧？你才能找到一份事干。所以你要这么一看呢，你就发现男性啊，他就压力就大得多。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大，恐怕是自己造成的，你不能调整自己心态，对吧？你不愿意去当服务员，男性越来越难。如果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还是女性离开男性就活不了，那这个彩礼现象恐怕就没这么严重。现在恰恰越改革开放，经济越发展，女性啊越能独立存活，而且她活得比男性好啊。最后我们要说的是法律，对吧？民俗是民俗，这个不能混淆。我昨天这个节目已经说了啊，我觉得大家通过这个案子应该汲取经验教训，就是审时度势，对吧？当一件事情对你非常不利的时候，如果任由它发展，你的损失最大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办法就阻止它，而不是说我们就抱着破罐子破摔，我们就干到底。当然这个认知啊，如果你认可这种认知，你已经脱离了3D 了，那顶多是2D 或者1D，甚至不低。这个案子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婚姻自由啊、人身权利啊，这些都不能混淆，要知道法律底线还有道德底线。最后我再做个判断啊，如果这个事情舆论呢还在继续发酵，还有那些法律专业的啊，或者是其他的 UP 主还在推波助澜，还在误导观众，那么这后面恐怕还有一场运动，当然运动打个引号啊，在等着的。因为这个社会现象非常严重，从胖猫事件啊到这个订婚强奸案，这个大量的这个 MSN 机构，对吧？大量的这个自媒体这样收割流量，这个是不正常的。这个事情如果这么发酵下去，肯定会遭到整顿的。所以那些自媒体啊，那些博主还要小心，不要落一个夹头的下场。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